挑战者出场，欢迎黄文兴。欢迎第二位挑战者夏雨桐。 好的，我们一一来介绍一下啦。那有几位呢？很久不见，有几位是新面孔。夏雨桐是袋鼠吗？是已经准那个备战状态，已经在准备了。会紧张吗？有一点点。你是歌唱比赛出身的吗？对，对不对？所以应该很 OK 吧？可是我今天有点烧瞎，哎，真的哎，你还好吗？有点感冒。你听起来不是很舒服。 可以的，我今天用我的病毒现在攻击他们。不要今天不只是唱歌，今天有很多不同的关卡，还会考演技啊，还有压箱宝。是的，我们来从这个已经蜕变成一个非常帅气的动感歌手的黄文兴开始自我介绍一下。欢迎，谢谢。答辩了。对。哎，这个设计我喜欢哎，真的吗？这张专辑的概念是什么样的？它其实是无界，那无界叫什么？那其实就是音乐无界限嘛。是因为就是说我这张专辑除了收录国语歌曲以外，对，还有收录那个台语歌曲。哎呦，一样没有忘记初衷啦。一定要的，对，一定要的。对。可是那个唱腔不是改很不一样吗？会不会转换不过来啊？唱国语的话，你可能就不能有太多的这些夹带这些太多的技巧，你要用真的很深的感情，情绪不太一样，对，情绪不太一样，然后咬字方面也不太一样，又比较轻。 共鸣的方式要比较清晰一点。简单说，这张专辑可以听到黄文兴有不同的诠释方式跟气氛的一个拿捏。对，还有我有尝试一些不一样的歌，像那个第一首《Radio》，还有第二首的《另类》。对，第一首《Radio》它就是比较舞曲一点。对。然后第二首《另类》它比较有点像那种比较文青一点的那种歌曲。它应该怎么说？就有点像。 自弹自唱那种，对，比较清新，对，然后唱法要有点呢喃的感觉，呢喃自语，对，就是，说的就是怎么，胸口的黑色蝴蝶，刻画的那么唯美。哎，这个跟你平常大家印象的那种唱法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可是很好听哎。好，另外一位就是非常清新的夏雨桐。 大家好，好开心来到这。除了感冒之外，有兴趣吗？有啊，还是有啊，因为今天真的有吗？因为就是我之前就是每个月都还是有在跑，就是表演。对，就是应该还可以。还可以。对。希望今天你的这个喉咙不会影响到你的表演。真的，加油。好，另外一位新朋友啦。欢迎邓紫棋。你好。谢谢。 然后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所以我就送你们一个低基金。哎呦，怎么人这么好？哇，谢谢。还有低基金是不是？还送基金哦，哇，这个还是新鲜的哎，真的冰的哎。低基金现在很流行哎。来，多滴一点，多滴一点。谢谢，很需要哎。好，太棒了！这一次呢，邓紫婷也有新的不同的面貌带给大家。对，这一次就有跳舞，然后有唱。 本来的抒情歌，然后就给你们看不同面向的我，不同面向的，对，所以这一次的舞蹈很厉害嘛，会让大家吓一跳。有你在 MV 里面有一个那个推胸口，然后就下腰的那个，哎呦，对，那个蛮强的哎。那个是我就很喜欢玩那个 isolation， 就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动，对，就会就动，对，就那个很好玩。希望大家呢把自己的潜力。 发挥出来，对的，但是首先还是先要来呛下一下。来，那我们请最温和的邓紫婷先。邓紫婷看起来温和吗？她看起来像反派。可是可以很温柔吗？你不觉得她的样子怎么样？帅帅的，很像那种很性格港片里面的反派。很有没错，真的，然后很像老爸。很多人说你很像那种意大利黑手党的感觉。 Yes, I think I kind of. 可是马上。很可怕，要掏枪，呛下。来 ，Come on, baby, let's go. 哎呦，来吧，这把妹噻，我也觉得还蛮帅的，怎么突然蛮帅的，把妹了啦，是不是？
你觉得今天你的胜算怎么样？就是两位都是非常非常资深，非常不要称赞他们。不要讲人家资深好不好？哦，资深好像对你来说不是因为很开心，不是你很开心。哦，那你就可以一直说他很资深。对对对对，他们就很厉害，他们就前辈就不好意思，小弟要跳舞出来要给你们看。哎，黄文勋也是跳舞的，不一样的新的东西。来，黄文勋快点唱回去，对不对？黄文勋今天就用亚洲舞的舞蹈打倒你们。哦，亚洲舞啊！阿啾啊！为什么要这样打？为什么突然变？阿啾啊！你怎么笑声那么像布袋戏啊？真的吗？我笑很像布袋戏吗？把那个戏掰的是外快乐。而且他今天穿的也有点像。真的吗？中气超足的，你可以再笑一次吗？啊，我知道，他有跟那个中气十足的伟忠哥。差不多路线。真的吗？来，唯一的一位女孩，你觉得自己如何？胜算如何？就我是女生吧。那我们直接让你获胜。不要那么谦虚，等一下有机会的。首先要进行的是压箱宝大乱斗。压箱宝大乱斗，挑战者拿出各自看家本领，在舞台上一决高下。正所谓一介如战场，一步一擂台。究竟3位挑战者的特殊才艺，谁最能打动粉丝的心呢？第一位参赛者黄文兴，再来的是罗志祥的。你做了一件我最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只能说你的手脚太利落。故事从你跟我擦身而过那一刻就开始了，没有退缩。你的眼神想透露些什么，却又像欲擒故纵。我期待着，穿过了人群，却是间瞬间静止不动。你盯着我长长的睫毛，阻挡了电流。我用我的招牌笑容吸引你超美丽的瞳孔。我的呼吸传递活泼的热情，像暴风般逼近。你的嘴型充满致命的吸引力，对我强烈点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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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锁定你，嘿！好惊人哦！请2位参赛者到我们旁边来。你的脸好狠哦！真的吗？真的，为什么到后面脸要突然那么狠？就是要狠把你干掉。哎呦，哎呦，真的，因没有为前，其实问那个子婷就知道，因为有时候跳舞真的会。为什么不问我？哦，因为你是女生啊，因为你们到了桥段就是要施展性感。啊，不一样的舞风。哪个女子团体或者哪个跳舞的女生会在用狠这个事情来当做一个点 Nike 老师啊 ？Nike 老师本来就长得很狠，他本来就长得很狠，是不是？没有，因为前面我还一直纳闷，想说这是我看过最静态的舞曲的表演，怎么都没有跳，我就果然就是把那个整个 hold 可是到后面。他有 hold 住一个东西，就是他唱歌的每一个咬字跟每一个段落，他都唱得非常好啊，很认真，对不对？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小猪哥他本来就是我的偶像，偶像就在超偶的时候，其实也
很多次的舞蹈都是用他的歌曲。那这一次本来想说用之前的一些有跳过，可是我觉得不行，应该还是要用比较新一点的。对，可那最近这首歌我觉得还。这也是他最新的歌嘛？对啊，还蛮耐听的。我觉得舞蹈也很帅。所以你开车会听这首歌吗？会啊。不要越开越快哦。很来劲，整个车开太快不太好。不会，我会尽量控制。很帅气，女生觉得怎么样？很帅啊！谢谢。刚才后面都有跟着跳。是。那唱歌的部分呢？唱得很好。只听。你觉得他表现的好吗？有到位。你刚刚一直瞪他哎。他没有瞪，他本来就这样。他本来就这样吗？他本来就这样。本来也哦，他在摸戒。这要掏枪了是？本来是因为他比较性格的脸庞。他本来就长这样。对，你会误以为他在瞪，他没有。是吗？有一颗善良的心。你看他瞪我。他没有在瞪你。哎，你看越瞪越大。你觉得他表现如何？很有自信。很有自信。对。都有出来。好的。dancer 老师应该可以啦。哦，他应该蛮强。你以前的 dancer 老师？他很厉害耶。有当过dancer。跳10几年了。他10几年了。失敬啊！没有。而且他家很穷。不要这样，我们不是这么势利的主持人。我们不是这么势利的。对，我们宣布郑子平获胜。你们宣布他获胜，莫名其妙。还是要公平。我们上面有雅座，你干嘛坐在后面？来，我们上去跟导播一起坐。哎，难怪送低基金啊，送低基金，真的，是不是？好，开玩笑。好，接下来要带来另外一位更厉害的啦。对的，欢迎下一位挑战者。接下来是可爱的夏雨桐，这台之唱带来是 MT 魔力亮的。我还是爱着你。爱上你，你能不能就一秒看我一眼？我的温柔能够让你不顾一切，越沉醉越沉醉，越浓烈越强烈。我不怕醉，心不怕碎，只要你一眼，我还是爱着你。不听我的你，你是我的秘密，再透明也不难说明，终究只是意外，只剩心酸。好听。其实我很喜欢你的声音哎，好听。真的，我觉得你唱歌的时候有自己的那种很透、很亮的感觉。谢谢。然后今天刚好因为感冒卡痰，就有一点点那种哽咽感，感觉有更悲惨的感觉。情绪。但我觉得歌选得好，因为选男生的歌嘛比较低，然后今天声音沙哑一点，就往下沉一点。哎，歌手出身，你会不会很想要再发一张专辑？会啊，还是会。所以小虾跟你是同公司吗？之前是哦。你现在是想讲说小虾都可以发了，为什么？为什么小燕姐都没有帮他发？我怎么会是这样子？是这个意思啊？只是想要关心一下，他是关心我啦。哦，是这样的，就想说为什么小虾米都可以发的，大金鱼怎么不能发呢？大金鱼，因为之前我们有一起拍《萌学园》，是有一阵子就很密切的相处，就觉得说他唱歌很好听，就很希望他可以再有新的作品。谢谢。好，接下来下一位挑战者，走。紧接着是邓紫婷带来的表演时，舞蹈表演向 Michael 致敬。
dance on the floor, get around. People always told me, be careful what you do. Don't go around breaking young girls' hearts. And mother always told me, be careful who you love. Be careful what you do. 'Cause the love it comes true. Don't feel the chains of my love. She's just a girl. That I am the one, baby. The kid is not my son. Michael Jackson， 这不能够否认，就是全世界所有唱跳歌手都因为 Michael Jackson 而得到了一些东西，得到一些启示，是不是启发？对对对你，从小应该就喜欢 Michael 嘛，对不对？ 6岁的时候就开始就看到他，第一次发表什么月球漫步的时候，Moonwalk 就开始哦，你刚刚的那个就发疯。很厉害耶！对啊，什么都没有这个声音。而且那个篮球鞋那个指环效果非常好，你还厉害了要月球漫步很难呢。而且你身上有3个 Michael， 跳 Michael 的舞 ，George Michael 的胡子 ，Michael Jordan 的鞋子。对，3个 Michael， 你好 Michael 哦 ，Michael， 因为很 Michael， 所以说3次。对，这个很重要。好厉害哦！谢谢谢谢小时。候就有在从事跳舞这方面。对，因为 Michael Jackson， 所以我就启发了我很爱跳舞的那个热情，真的。然后就开始就往那个方向走。可是你有没有觉得裤子太紧？因为你刚刚有一段要插口袋，就裤子太紧插不进去。我是找不到，他是在找钥匙啊，找钥匙。在家里要进去之前要找钥匙。然后那一段那个后面那个红头发偷笑你，偷笑我。为什么偷笑？因为他就觉得很可爱啊。扯脖。手进不到口袋里。不会，一切都很流畅。但这样感觉上蛮流畅的，会不会听到音乐就会情不自禁的想跳这个？会吗？会吗？一定会，真的假的我有几次在逛夜市的时候，对，然后就听到那个时候就Gangnam Style 非常音红。乐，音乐。变了，站立。哎，夏雨桐会。夏雨桐会耶。要跳到明年去。傅成真好活泼。真是的。真的。那你们知道 Michael Jackson 那个45度角怎么弄的吗？不，特别的鞋子。对，那个鞋子好酷哦。对。我在网络上看到，你有看到吗？现在也可以啊。你可以45，你不要45度角，小心45度角，小心。这按不下去。我来，你没事吧？我们只担心你的安全啦。我不知道你要干嘛，你居然做了一件我最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你知道我们那个筒子是假的吗？你知道那筒子有多轻吗？你真的身体 OK 那就好。刚刚那妹妹的脸多惊恐。没有，你知道这是3D 的效果。太屌了！你没事哦？我没事。OK， 真是的 OK。哇塞！我跟你讲，我只能说你的手脚太利落，一切发生的太快，我们来。太快！你这就像在百货公司玩的小孩一样。好，那我们接下来粉丝在今夏之雨先进行投票时间。你这个不赢你也难啊。先说第一位黄文欣表现比较好的，请举牌，7票，9票，16票。由第2位夏雨桐表现比较好的，请举牌，6票，4票，10票。告诉你，讲到这里，你已经很厉害。只要女生一进来，2票打死。好的，觉得第3位用生命在演出的邓紫棋表现比较好，请举牌，2票，3票。我这边5票，8票。人家这么辛苦，真是的。好，不过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因为后面还有很厉害的关卡。没错，先公布这个阶段黄文欣获胜。谢谢。马上进行演技当然到考验大家的演技了。导演，我们今天要演什么？好的，最近呢，好莱坞呢非常的火红的题材，对，就是特务。特务，没错。首先一开始每一个人特务都有自己的一个工作，好，对不对？比如说夏雨桐，
有一天你去上学，哈哈哈，然后这时候突然间扣机响，然后对着镜头，因为原本这个变化很快哦，情绪的转换，情绪转换，哔哔看，抬起头来，这个东西，好不好？好，邓紫婷，怎么样？你原本是一个跳脱衣舞的男生，猛男秀的那种，对，老师音乐给他一个音乐，跳脱衣舞或者跳猛男秀，呜耶，好不好？很有戏，很有戏。黄文兴原本是市场叫卖的，卖菜的，对，对，等一下，你不要以为你没事。核子弹装在一个地方，有个东西，那个按钮开关在你手上，你核子弹背在身上。我小时候我可拿不动，导演。所以是不是要救？要救，对不对？一次结束之后，对，全部人都在这里，开会是不是？这样子对着这个，这样子对着他？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总部的老大总是不会露面，都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画面，好像是真的耶，哦，对不对？这很特务哎。我们这样子，技能这样子，这样对着他这样，然后我是这个，我会在后面用那个麦克风讲话，我会下达命令的那种。黄文兴饰演特务3号，隐藏身份成菜市场摊贩；凯乐饰演反派大魔头。3位特务被组织总部老大赋予指令，需杀掉想用核子弹炸掉101的大魔头凯乐。到底3位特务要如何与大魔头一决高下，拯救这个世界呢？赶紧来看他们的演出吧！阻止8字眉凯乐大魔王 ，Action！ 对吧？不对，导演这有意见。导演怎么了？你刚刚是看到鬼，你要看啊？好，出任务。哦，好，我知道，我你刚刚是这样，我少了一个，我知道了，我少一个，错了，导演演错，你要点头了，对，我要点头，感觉好像偷吃被抓了，啊，好不好 ？OK， 你刚刚表现也不错，谢谢导演，好不好？好，导演可能要快点，我这边快起雾了。没有你的时候先拿下来嘛。可是这样我的可以刘海就会坏掉，所以我要。我觉得你不要这样耍性感好吧，好恶心哦。好恶哦，好冲突啊，好冲突，也很漂亮。来，从雨桐这里，好，重新 Action。A B C D。来了，一把两把三把五倍得小得倍干小白倍比亚卡哈，来，跳楼大拍哎。报告指挥官，你们都来了。是。好的，这一次的任务非常棘手，请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知道吗？Yes sir。我们这次任务是阻止8刀眉捡凯乐大魔王，他手上有一个可怕的按键，一按掉。这整个世界就会毁灭，请大家务必小心谨慎，知道吗 ？Yes sir。出发 ！Yes sir。现在干嘛？东西快交出来！你这是这个东西，给你，我拿到了。你怎样？快点把你的面具摘掉！面具你也要？我开枪吧！给你，开枪了是不是？开枪了！带一枪吧！再多一个！
工了。收工了，吃海鲜。哎 OK，走了，吃海鲜。走了，把枪收好。掌声鼓励。怎么样？你知道吗？你在外面讲话的时候，好像在演萌学园哦，好熟悉哦，好像我也是都这样子，真的很像，对不对？好的，觉得黄文兴表现比较好的，请举牌，6票，7票，13票。觉得第2位夏雨桐表现比较好的，请举牌，3票，5票，8票。哎呦，觉得第3位邓紫棋表现比较好的，请举牌，5票，6票，11票，11票。黄兴对，黄文兴获胜。黄文兴目前遥遥领先哦。真的厉害哦！马上进行歌技大乱斗。歌技啦。首先是由黄文兴带来的诗，还是想着你。我想你。我们的房间好久没声音，泛黄的照片是我的记忆，你穿过的拖鞋还放在你习惯的位置，现在的我是真的好想你，真的不要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开始学着一个人的心情。你信我还记得你的温暖，手还牵着手，只是最后我们没有最后。我还是想着你，我还想着你们一辈子，还是想着你，还不相信你已经离去，我还是想着你。如果时间能拿回一些，我绝不会放弃让你走远。夏雨桐要带来的表演是他自己创作的歌哦，《不安》。心好痛，止不住泪流，舍不得时光落魄，告诉自己不再相信温柔的谎言和拥抱，再一个拥抱就走吧，是我不好，或许放手看似无情，但请相信，那是因为我爱你。邓紫棋要带来的是在你左右。别再问是什么时候，爱情只要一瞬间就足够，哪怕一个笑容，就算一个动作，也足够点燃我心中的烈火。理智的枷锁，跟上灵魂它的节奏，我还会在你的左右，陪你对抗严寒气候，让你最后一道暖流。在你左右，Tonight， 从现在开始的以后，打败每一个犹豫的念头和寂寞，都让我勇敢为你承受。Baby， 我会在你左右，Tonight， 我要你现在跟着我，拥抱每一个相处的时刻，不可
身边没有我。掌声！哎呦，最后大家都拿出自己最厉害的绝活了。真的，今天到底谁可以得到这个撒满金粉的拳击手套呢？没错，来问问看今天的评审喽。最后一个阶段，觉得黄文欣表现比较好的，请举牌。有16票，12票。好的，16票。觉得第二位夏雨桐表现比较好的，请举牌。7票，12票。觉得第三位邓紫棋表现比较好的，请举牌。6票，3票，9票。恭喜今天优胜是黄文欣。颁奖仪式。怎么样？拿到这个奖品的感想是？很开心，只是我觉得小鬼哥为什么要这样拿？很像这样拿一串水果的感觉。因为我们不想看到那个金粉，它会黏着你一辈子。啊，真的吗？真的。好的。所以说呢，黄文欣得到了获胜啊，可以先让黄文欣说一下自己的专辑。是的。好的，那这次的专辑《无界》呢，是在应该是说我在这张专辑除了收录了国语歌曲之外，还有收录4首台语歌曲，其中有2首台语歌曲是我自己创作的。对，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好的，一定会。专辑名称叫做是《无界》。恭喜，谢谢。那邓紫棋因为非常卖力，还是让你们讲一下好了。用声的。大家好，这是我的新的专辑，叫《以身示爱》，是我这一次可以在大家的面前跳舞。然后我也有跟陆嘉欣一起合唱一首歌，叫《以身示爱》，也是同名的，所以请大家多多指教啊，多多支持。好，请大家一定要支持他。好的，最后一位，谢谢，谢谢夏雨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